呢度最念就係農業大戰，可能個戲都係天橋，唔過啲咧就 Q 住 Q， 搶要做嘅天，老催人當中，實行呢隻行都要相別嘅綠色作物。嗰啲啊吼，葉啊吼，我按年賣，啊冇年賣吼，要烏白發啊，就按發個呀，弄起啊，啊年賣吼，嗰個泥吼，即配料起來吼，啊配料就要釋出來，啊那麼吼，從你吼上道吼，要是用分開啦，所以冇曬。太太嘅描述度，住挑青色嘅果樹，從入邊種嘅派到東車。有隻不看起來東牆冇掛着嘅植物，廣東咁樣，大家田從沒上手，心過唔是看過佢生到200年。你啊吼無花果吼，伊個學名吼，啊做日頭果，啊日頭果嘅意思就講吼，你看水果吼，用日頭來照，日頭來照咧果吼就冇太粒，冇粉，啊冇粉吼就冇好色，啊你冇日頭照吼。冇色咧。無花果係在配歷史至今超過5000年，喺神經啦古蘭經當中都有寫。每種人按照係神果、人日果、人將果，你係專業嘅產銷班係用生命果嚟做名額嚟打品牌。無花果嘅果子係用石花、老花頭變態化入解雌花果，係屬於世界將果。因為外顯看得到果子，看唔到花，所以本人按照無花果。你啊無花果吼，講啊，我就講冇花嘅了，你冇開花。其實吼，你花吼，係呀，開咧下地，下地係佢開花。啊，你嘛搶吼，也冇出來。風嘅時陣吼，個花吼，一定也冇出來，人家冇出來。啊，其實就係肉啊。無花果原產地係啲西亞、歐洲地中海海岸，從係阿拉伯、埃及、印度、土耳其兩個國家，屬於松口植物。本草綱目下嚟，無花果每間片摸土，造嘅果子就得做咗個，入補氣血、健脾潤腸、除風濕兩條功效。還有運用價值沒動過。無花果裡頭哈，它有蛋白質、有脂肪、也有澱粉哦。糖類的話，單糖、果糖通通都有哦，所以它的營養成分很高。還有它有氨基酸有18種，氨基酸哦18種，還有微量元素哦，還有它有酵素。整個竹枝哈，它那個珠液白色的珠液，它裡頭有澱粉酵素、乳糖酵素，哦，還有蛋白酵素，通通都有，哦，所以整個這個果蔬的話，它的這個營養成分是非常好的，哦，同時會幫助我們這個消化道的這個消化的這個功能。哦，像這款呢，安尼個整起來上拄好，啊，過來。這項物件可貴的，就是這個做鈴頂，這靜宜大學的一個教授要來甲我買這鈴，一CC要買5000塊，我來買伊也去救人，甚至我莫甲提錢嘛無要緊。啊，你也假使講伊買我的物件，過去害社會，我賣較濟錢，對我嘛無利益道德問題啊。推翻早地至95年，除咗認真栽培。當年來地主林還能成立嘅全台灣唯一嘅無花果合作農場。1993年以前吼，阮有含一寡朋友過土河市迄邊，啊，實在迄陣是過遐咧佚佗，過遐觀光，但是無意中去一間即個做飯店吼，入去食飯，每一項菜就是無花果。迄當時，阮陸續攏總甲因這30-40種的品種過來咱台灣。無花果這個東西，我們從92年就開始了，就收集這個品種，把所有的可能收集到的品種先收集，那在品種再去觀察，選拔那個果實品質比較好、產量高的品種，那麼來推廣。那目前在推廣的這個是屬於大果種的，另外還有一個黃果種，黃色果實的黃果種，這個有比較有潛力的。無花果喺台灣培育成功過後，
强弱未系咗咧行业嘅利进去，老几嘅农民成为组织产销班，不过农会老其他合作社都讲冇按样嘅办。組織幾多嘅田自家來成立合作農場，為體能成立嘅生命果推廣中心，發展生命果產業。本人面對掌控世界10個界，新總統兩下就兩隻產銷班61個本人。因為分較透，啊，粒枝較硬，啊風若吹落去啊，人烏白害，啊所以了塔無粒果咁我安尼，咁我安尼擴來擴開要壞位，要擴傷啊，擴傷。啊，你嘛譬如講你嘛塔嚟付咧，塔救就好嘛，啊救來1個月嚟20年個萬米就塔較高。無法講東歸去，對栽培到採收，大家嘅團隊細心細意。你看水果若好嘅時陣佫粉啊，像你按一整膠嘛，甲凍掉迄粒就唔出味啊。每一目就一粒果，每一位10位就果，啊去伊这风台拍了後，遐果落的，啊無落的在長佇安怎？因為風拍雨淋，我的這個生命果的皮真薄，袂堪受到這個打擊，啊這打擊了後，伊皮膚受傷，所以攏在長爛，這個加損失就要幾百萬。無法講好溫暖合作嘅環境，一般來講3到4張年出作的責任，還讓鄉修身的好快，配料管理係主要關鍵。另外，平春會嘅風氣嚟東出繞，這困難重重啦。我講困難重重啦，起初這個要做管理就真大問題啊！我哋95年全年攏無收，攏了錢。這項產品你一旦着受病了後，等於咱人着癌、生癌咁款，無有醫。我要防治紅蜘蛛，牛奶藍這烏糖果啊，這是會用治這紅蜘蛛。因為烏糖果啊會黏，甲牛奶粉落會黏，佫會甜。紅蜘蛛貪甜，伊即馬只要做有甜的所在，我第一食到尾啊，伊會巴肚變壞死。這阮無做過，阮毋是專工甲拍死的。是伊家己毋做主，伊要貪食安。你只要甲人鴨的這個運費變濟錢喲嘿，你知無我是甲伊建議講啊，人鴨運費是較俗安尼啦。好，謝謝，謝謝。這種較早有訂過啊啦，有來買過啊，即擺攏我遮都攏用電話咧買，伊多一級貨咱就送迄級的貨去安尼啦，因攏食甲攏知影。各位人甲你訂較？這台北，因為即馬目前餐廳台中用較濟啦，台北嘛有啦，จาก農場統計，兩行影下肉質上都係老如故，就連日本影下未知挺愛食。日本團為了要過來咱台灣觀光的人，攏會在遐個旅行社強調，一定愛去台灣食一頓生命果的大餐，因為咱遮的物件甲日本價相差真濟，日本一粒愛400塊，台票400。本單今年修身200個無法果，透過各界辦展嘅3期調節，兩下幾年都做合作。不過出上價3好，你盡其他係堅持只鋪抗戰，用產量來控制價錢。目前會當採收的是10公頃安尼，阮會保持即個做每個月的生產量甲消費量
比率不足20%。阮在考虑讲，即个销路的问题，阮袂用讲，目睭暗的直直来生产，万一若销无路，对咱的班员无一个权益的保障。不过想到让快速外卖的世界，未系当多困难。上起初，你要卖杀人啊！准做要甲你买的人嘛找无物件好买，你要卖嘛找无对象。到尾啊，我才这网站的内头设一个这个网络的遐设一个网站伫啊，设一个网站伫啊，实在讲，我迄个网站是吊伫啊，你用看，亲像咱商场一块看板的啊。不过，如讲到污化高，差不多大家上到嘅都係經過配照處理，順添嘅污化高含酸甜。不過其實此嘅污化高之味，瓜皮強下雪，口感貼片，風味香甜，很係上癮。唔單止咁樣，農場係研發嘅各式各種嘅污化高料理，無論係做嗰種豬雞湯、炒米粉、廣東泡肉，也係炒海鮮，都當好食。就計劃嘅慢慢嘅發展。想辦法為辦人爭取最大利益，未來佢哋很希望就在成立一家公共個人，本應係全境嘅論認識污化高。我即馬有咧規劃觀光果園內底，我要設即個餐廳，每一項料理都是用生命果主要配料類，過來我即個加工嘅部分，做醋啦，做冰激凌啦、果凍啦、其他遐附屬品。污化高投資成本高，月份提出20萬元，大部分嘅辦人都係減領做。不過看到污化高嘅發展性，就越來越多人都想去加入。就算兩下大家印象還係天然地配照嘅含酸甜，不過看到幾多嘅認真堅持，相信就會為污化高創造出很多嘅價值。